呢一條片會講下 linear independence 同埋 dependence 嘅定義。首先，我哋考慮 R2，即係日常嘅 xy plane。E1 會係 factor 10，E2會係 factor 01。R2 上面嘅任意一支 factor xy，我哋都可以寫做 x 個 E1 加 y 個 E2，所以 E1 E2係會 form 到一個 R2 嘅 spanning set。又或者可以咁講，利用 E1 E2呢兩個方向，就可以砌晒成個 R2 所有嘅 factors。而家假如我加多一支 factor v 負4負3上去，因為 E1 E2已經足夠 form 到一個 R2 嘅 spanning set，所以加埋 v 一齊當然都 form 到一個 R2 嘅 spanning set。但我哋知道 v 係 redundant 多餘嘅，未 get 到點解多餘都唔緊要，我哋可以用 algebra 嘅角度去睇下。留意 v 其實可以寫做負4個 E1 減3個 E2。由於 E1、E2、V form 到一個 spanning set， 我哋喺 R2 隨意抽一支 factor x， 我哋都可以將佢寫做 E1、E2、V 嘅 linear combination， 即係話 x 可以寫做 alpha 1個 E1 加 alpha 2個 E2 再加 alpha 3個 V， 當中 alpha 1、2、3會係一啲 scalars。但由於 V 可以用 E1、E2 表示，我哋可以將佢代翻入去，再化簡。其實 x 用 E1、E2 表示就足夠，並唔需要 v， 所以 v 係多餘嘅。嚟個小總結，由於 v 可以用 E1、E2 表示，所以 E1、E2、V 嘅 linear combinations 可以單單用 E1、E2 去表示就夠。換個角度，我哋都可以話，由於 E1 可以用 E2、V 表示，所以 E1、E2、V 嘅 linear combinations 都可以單單用 E2 同埋 V 去表示就夠。又或者我哋都可以話，由於 E2 可以用 E1 同埋 V 表示，所以 E1、E2、V 嘅 linear combinations 可以單單用 E1 同埋 V 去表示就夠。既然兩支 factors 都做到嘅嘢，我哋唔會特登用三支去做嘅，亦即係話我哋可以喺裏面掉走任何一支，剩低嗰兩支都仲可以 span 到 R2。而家相反，我嘗試喺 E1、E2 裏面抽走一支。例如抽走 E2， 我哋知道 E1 自己一個咧係 span 唔到 R2 嘅，因為佢只有左右呢個方向，冇咗上下，所以 E2 喺呢一個情況下係必要嘅。同樣 E2 自己都 span 唔到 R2， 因為佢只有上下呢個方向，冇咗左右。問題嚟啦，我哋點樣可以判斷一個 spanning set 裏面有冇一啲多餘嘅 factors 可以掉走？剩低嘅 factors 都仲可以 form 到一個 spanning set 呢？我哋睇翻頭先個例子 ，V 係多餘嘅原因係因為佢可以用另外兩支 factors 表示。調位轉個寫法，可以寫做呢一個樣，即係話 zero factor 可以寫做 E1、E2、V 嘅一個 linear combination， 而當中會有一啲非零嘅 coefficient。呢個情況我哋會話 E1、E2、V 係 linearly dependent。即係當中會有多餘嘅 factor， 可以掉走其中一支，而得返 E1、E2嘅話，我哋知道兩者咧必須要同時存在，缺一不可。原因係每一支 factor 都唔可以用另外剩低嘅表示。呢個情況底下 ，E1 唔可以寫做 K 個 E2， 又或者 E2 唔可以寫做 K 個 E1。換個講法，即係話如果零可以寫做 E1、E2嘅 linear combination。C1 個 E1 加 C2 個 E2，C1、C2 一定要同時等於零，因為假如 C1 唔等於零，E1 就變咗可以用 E2 表示；又或者假如 C2 唔等於零，E2 就變咗可以用 E1 表示。呢個情況我哋會話 E1、E2 係 linearly independent， 兩者都係必要嘅。我哋有咗初步嘅 idea， 就睇下 general 嘅定義。假設我哋有 factors V1 至 Vn， 佢哋係 factor space V 嘅一個 spanning set。我想知道佢哋有冇一支係多餘嘅。換個講法，有冇其中一支嘅 factor 可以用其他嘅 factors 去表示？我哋只需要解 C1 個 V1 加到 Cn 個 Vn 等於 zero factor。如果其中一個 Ci 可以不等於零，即係話佢哋係 linearly dependent。
透過調位，你可以將其中一支 factor 用其他嘅表示，即係至少一支 vi 係多餘嘅。相反，如果 C1 至 Cn 都一定要等於零，佢哋就係 linearly independent，全部都係必要嘅。當然 matrices、polynomials 等等都可以有 linearly independence 嘅概念，只需要將上述 zero factor 變做 zero matrix、zero polynomial 等等咁就可以。先睇第一個例子，三支 factors 111、110同埋100係咪 linearly independent？ 咁我哋就會解 C 一個111加 C 二個110再加 C 三個100等於 zero factor。我哋轉做 augmented matrix 嘅寫法，再用 Gaussian elimination， 你會發現 C1、C2、C3 要同時等於0，呢一個係唯一嘅答案。所以佢哋係 linearly independent， 三支都係必要嘅。再睇第二個例子，三支 factors 124、213、4負11係咪 linearly independent？ 咁我哋會解 C 一個124再加 C 二個213再加 C 三個4負11等於 zero factor。除咗用 Gaussian elimination 解之外，由於 coefficient matrix 係一個 square matrix， 如果佢嘅 determinant 係0嘅話，我哋會知道呢一個 homogeneous system 會有 non-trivial solution， 即係話會有 C1、C2、C3 同時等於0以外嘅答案。今次佢嘅 determinant 係等於0嘅，所以會有 non-trivial solution， 即係話呢三支 factors 係 linearly dependent， 任何一支都可以用另外兩支去表示，即係多餘。完之前嚟個總結，假設我哋有一個 factor space 嘅 spanning set， 我哋亦都知道點樣 check 裡面嘅 factors 係咪 linearly independent。如果佢哋係 linearly independent，即係全部都係必要。如果佢哋係 linearly dependent， 即係會有多餘嘅，咁我哋就可以掉走其中一支 factor， 再睇下剩低嘅係唔係 linearly independent。再唔係嘅話，再掉一支，不斷重複，直至到剩低嘅全部都係 linearly independent， 全部都係必要為止。最後就會得出一個最細嘅 spanning set， 我哋稱之為 basis。而下一條片就會再講多啲關於 basis 嘅特性。